為今日行入澳門仲係以前嗰個燈紅酒綠銀紙多到可以攞嚟燒蟹不夜城？如果你仲係咁諗，你就真係太天真，太唔了解而家呢個新澳門啦。今日我哋要講海，唔單止係一兩間賭場執笠咁簡單，而係一個時代海終結，係一場由2022年延伸到2026年，足足燒咗幾年海保彩業大海嘯。你想唔到以前喺香港呼風喚雨，連英皇都要借佢名號蟹楊秀成，仲有嗰個曾經以為自己係新賭王喺太原場呼風喚雨蟹洗米華，佢哋蟹神話點樣喺短短幾年內碎到一地都係，甚至連最核心蟹英皇娛樂酒店賭場都宣布正式落畫，成個衛星場板塊全線崩盤。呢場血淋淋蟹大清洗牽涉到蟹債務竟然高達160億。今日我會帶你哋直擊2026年呢個澳門保彩業蟹最凍寒冬，睇下點解連根深蒂固統領澳門幾十年蟹河航新家族今時今日都救唔返呢個局。講到澳門，大家以前一定會諗起疊馬仔、VIP King 同埋嗰啲開喺大街小巷海衛星場，但係你哋知唔知由2022年保彩法修改之後，呢啲衛星場就已經係吊住命，嚟到2026年呢條命終於吊唔落去啦。英皇執笠對好多老香港人嚟講係一個好大蟹衝擊。楊秀成呢個名喺香港越立斷同商界邊個唔識？英皇集團當年雄心壯志喺澳門插旗，英皇娛樂酒店蟹賭廠一直係佢哋蟹金蛋。但係隨住保彩法要求衛星場必須喺承批公司蟹莫業入面經營，加上3年嘅過渡期正式完結，英皇呢份成績表真係慘不忍睹。你以為佢哋唔想執，係根本撐唔住。以前靠啲貴賓廳客仔每日扭水幾千萬，而家呢，成個廠正過鬼。以前嗰啲好客型都無止，加上又要負擔重稅，又要面對日益收緊蟹外管制，楊秀成就算有再多蟹明星，再強蟹公關，都救唔返呢盤早年黐錢蟹生意。我哋再睇返洗米華、周策華，以前大家叫佢洗米華，風頭火勢嗰陣，佢仲威過好多正牌賭牌主。太南翔集團全盛時期佔咗澳門貴賓廳市場蟹半壁江山，但係由2021年底佢被捕到2023年被判監18年，佢個神話就已經破滅咗一半。而家2026年，隨住最後一批同太年上有關聯蟹資產被清盤，大家先經過原來背後嗰個債務閪洞係咁深。嗰160億蟹巨債唔單止係欠銀行，仲有大量係欠落啲街數、中介人同埋以前嗰啲投資者。呢啲錢喺以前澳門遍地黃金蟹年代，可能幾年就賺返嚟，但喺2026年呢個環境，160億直情係一個天文數字。洗米華海賭台係一個標誌，標誌住以前嗰種靠拉客、地下錢莊貴賓廳海野蠻生長模式正式斷氣。好多人問點解會搞成咁？點解連啲衛星場都要全線崩盤？其實係因為澳門蟹遊戲規則變咗，由底層邏輯開始變。以前澳門係靠保彩帶動旅遊，而家係要旅遊去救保彩。中央蟹政策好明確，就係要去保彩化。以前嗰啲 satellite casino 好多都係靠疊碼仔撐住，而家疊碼仔喺法律上已經冇乜生存空間。加上2026年初開始實施更加嚴格派洗錢防制法，以前啲內地好客想搬錢過嚟玩，真係難過登天。衛星場冇咗生存土壤，崩盤係必然。你睇下金碧會彩、總統酒店，甚至係置地，邊間唔係慘淡經營？以前嗰啲充滿艷味冤柳星蟹賭廳，而家好多都變咗商場，或者就咁鎖門，直情喺血淋淋海時代眼淚。講到呢度，你可能會諗唔緊要啦，仲有何家啊嘛？賭王何鴻燊家族喺澳門詐賓超過半個世紀，由上世紀60年代開始壟斷，就算後來開放賭權，佢哋喺澳博 SJM 依然係龍頭。但係點解連何家都救唔返？呢個先係最令人心寒蟹地方。你要知道何家蟹澳博近年蟹債務比率一直高企。2026年嘅今日，澳博海股價已經唔係以前嗰個水位。雖然何超鳳、何超瓊佢哋已經好努力咁轉型，投資幾百億落去上葡更，想搞非保彩元素，想搞藝術、搞展覽，但係呢啲嘢開回報期太長啦。比起以前開牌抽水咁樣一銀紙，搞酒店搞藝術真係太慢太辛苦，而且澳博手上蟹衛星場係最多蟹。2026年當呢啲衛星場要一間間收返嚟自己做，或者直情要關閉喺時候，澳博要承受蟹廠散費、物業維修同埋營運成本，簡直係將佢哋最後一啲現金淨流都砸寬埋。再講何家內部分房蟹問題，雖然表面上好似平息咗，但喺2026年呢個生死存亡之秋，每房人都有自己蟹盤算。而房海何超瓊
雖然係公認海接班人，實力最強，但佢要顧住美高梅，三房四房各有各海利益。喺160億巨載同埋整體產業結構性崩壞面前，單靠可加蟹明星已經冇用啦。以前何鴻燊講一句話可以震動成個澳門，而家係政府講一句話，你全體6大博企都要乖乖聽話。呢種權力結構蟹轉移係令到賭王家族呢4個字褪色蟹主要原因。大家要明白，2026年嘅澳門已經唔再係一個純粹蟹賭城。你睇下，而家蟹路檔雖然金沙鹽霞總係好靚，但入面玩蟹人已經由以前嗰啲一落住就幾十萬蟹大房，變咗而家拎住幾千蚊旅遊補貼嚟打卡影相蟹普通遊客。呢種消費力蟹落差係致命傷。以前一個好客頂1萬個遊客，而家你要訂1萬個遊客去填補嗰個好客蟹空缺，談何容易？英皇蟹執笠其實係一種戰略性放棄。楊修成呢種生意人最精，佢睇到2026年之後，澳門蟹補炒稅率依然係咁高，加上非補炒投資，蟹要求係一個無底洞，佢不如指示離場，將資源放返去影子娛樂或者金融地產仲好過。而洗米華海下場更係俾全世界睇到，以前嗰套遊走喺灰色地帶，海環化已經行唔通，佢留低嗰160億債務係成個博網出幣泡沫爆破後海縮型。好多人喺度諗會唔會有下一個洗米華？我話俾你聽，喺2026年的法治環境下，已經冇可能再出現咁樣蟹草根傳啟。所有嘢都要透明，所有錢都要有來源證明。當賭場變到好似銀行咁樣被嚴格監管係時候，佢嗰種吸力度自然會下降。我哋再深入睇下呢場崩盤對普通澳門人蟹影響。以前澳門人只要入去賭場做莊荷，一個月幾萬蚊人工，完全唔使愁。但2026年，隨住衛星場全線崩盤，失業率開始上升。雖然政府要求大博企要優先聘用本地人，但職位就係得咁多，競爭大咗，人工亦都唔再係以前嗰種離地蟹水平。成個社會蟹氣氛變咗，大家開始意識到，原來澳門唔可以單靠賭，但係轉型講就容易，要做真係要好多年時間。回頭睇返，楊修成同洗米華蟹神話破滅，其實係一種必然。楊修成代表蟹係舊時代蟹資源整合者，靠名氣、靠人脈喺補錯業分一杯羹；而洗米華代表蟹係時代海暴發者，靠互聯網、靠激進海金融手段將補炒業推向極端。當呢兩個極端都撞牆海係時候，就證明呢條路已經行到箭頭。2026年，我企喺新馬路，望住以前英皇娛樂酒店蟹方向，再望下對面嗰啲已經冇晒以前嗰種光彩蟹舊式賭場，心入面真係好感慨。160億蟹債換嚟卻係一個慘痛蟹教訓。澳門變天唔係一個預演，而係發生緊喺現實。點解連賭王家族都救唔返？因為大勢而去。當一個城市蟹命運同大國蟹金融安全資金流向掛鈎蟹時候，任何一個家族、任何一個大亨喺呢股時代蟹巨輪面前，都只不過係一粒微塵。以前我哋講馬照跑，舞照跳，澳門係賭照開。2026年之後，賭依然會開，但個性質已經完全唔同咗。嚟快發現，澳門會變得越嚟越似一個普通蟹旅遊城市，甚至係一個適合一家大細去蟹主題公園，而唔再係嗰個可以一夜致富，亦可以一夜傾家蕩產蟹冒險家樂園。呢種改變對澳門蟹長遠發展嚟講可能係好事，但對於嗰啲仲沉溺喺往日輝煌蟹人嚟講，呢場血淋淋蟹大清洗無疑係最殘酷蟹升過。大家仲記唔記得以前2010幾年嗰陣，澳門蟹 GG 阿博蟹務收入係拉斯維加斯蟹幾多倍？嗰陣係幾倍，甚至係10倍咁計。但去到2026年，你會發現呢種比較已經冇意義，因為拉斯維加斯一早已經成功轉型做娛樂同維鎮中心，補償收入只佔佢哋好少部分。而澳門而家先至開始行緊呢條人哋行咗幾十年海辛苦路。楊修成、洗米華呢啲名終將會隨住呢160億海債務一齊探出歷史舞台。呢場2026年嘅澳門大變天，話俾我哋聽，冇一個行業係可以永遠長青，亦都冇一個神話係唔會幻滅。如果你仲諗住喺澳門喺快錢，或者仲對嗰種舊式喺補錯模式抱有幻想，我建議你睇清楚今日發生緊蟹事。衛星場蟹全線崩盤只係第一塊骨牌，之後仲有幾多連鎖反應，我哋邊個都唔知，但可以肯定蟹係嗰個我哋熟悉蟹，充滿傳奇色彩，蟹賭城澳門已經永遠成為咗歷史。如果你問我2026年嘅澳門最珍貴蟹係咩，我會話唔係個賭牌，亦都唔係嗰啲金碧輝煌蟹建築，
而係嗰份要重新出發，要腳踏實地蟹刮獲。楊受成蟹英王離場，係一個商人蟹精明抉擇，死迷話蟹入獄，係一個時代蟹野蠻終結。而何家蟹苦撐，係一個家族蟹最後首富。呢一切交織埋一齊，就係今日我哋見到蟹血淋淋但又無比真實蟹。2026年澳門，嘅以前蟹人嚟澳門係為咗搏一搏，睇下能唔能變冇舵。而家蟹人嚟澳門可能係為咗睇場 show、食餐飯。呢種心態蟹轉變，係成個保炒業大清洗蟹根源。如果你仲係睇唔透，仲係覺得只要等返幾年，啲豪客就會返嚟，咁你就真係會輸得好慘。160億巨災只係冰山一角，喺呢場變天蟹風暴入面，邊個可以生存到最後？唔係最有錢嗰個，而係最快適應新規則嗰個。2026年，當最後一個衛星長蟹招牌拆落嚟喺時候，我哋可以正式宣布舊澳門再見。而新澳門雖然前路茫茫，雖然充滿挑戰，但至少佢開始咗一條更健康、更透明蟹路。楊受成洗米話蟹神話雖然破滅咗，但澳門呢個城市依然會喺南海之濱繼續生存落去。只不過佢再都唔係以前嗰個令到無數人瘋狂，亦令到無數人毀滅海賭神之情啦。呢場2026年海保採業大清洗，其實係一場關於規矩海課程。由以前蟹冇規矩，到後來蟹徽式規矩，再到而家蟹鋼鐵規矩，跟呢個過程一定係痛蟹，甚至係會見血。160億蟹大價夠唔夠大？對好多人嚟講，直情係傾家蕩產，但係對成個國家、成個社會蟹搶治久安嚟講，呢種清洗係一定要做。你睇下而家蟹澳門街道乾淨咗，治安好咗，雖然少咗粉腐做蟹財氣，但多咗份踏實蟹隊氣。英皇海離場，其實都反映咗香港資本對澳門未來海睇法。楊受成呢種老江湖最識得睇風向，當佢都決定將重心放返去其他地方蟹時候，你就要知道以前嗰種靠澳門賭場輸血俾香港地產或者娛樂事業蟹模式已經徹底斷裂。洗米話呢種疊馬仔之王海無樂，亦都斷咗好多以前靠呢行生存海食嚟者海迷路。2026年的澳門係一個重新洗牌、重新派牌海過程，但今次張牌唔係喺賭禁上面，而係喺發展藍圖上面。講到尾，點解連何家都救唔返？因為何家代表係舊時代蟹志趣，當成個時代蟹底色都變咗，舊志趣蟹維護者往往係最痛苦、最難轉身嗰個。何超瓊佢哋要做海，唔係去救嗰啲就快沉沒海衛星場，而係要點樣喺一片廢墟上面建立喺屬於新時代海、非保財海何家影響力。呢條路比佢爸爸何鴻燊當年開杯仲要難行8倍。所以2026年嘅澳門變天，唔單止係一個新聞話題，佢係一個深刻喺社會係事錄。160億債務、衛星床崩盤、巨頭神話幻滅，呢啲都係表象，核心係呢個世界變咗，遊戲規則變咗。你如果仲用緊2010幾年喺西圍去2026年嘅澳門玩，你注定係輸家。直見呢場大清洗，我哋見到係權力喺更迭，係利益喺重組，更係一個城市靈魂喺重組。希望今日呢篇後波組可以令你對2026年嘅澳門有一個更深、更真實喺了解，唔好再被以前嗰啲舊資訊、舊標籤蒙蔽。澳門變天已經係進行式，當你下一次再踏上呢片土地，記得用另一種眼光去睇佢。睇下嗰啲空置蟹賭廳，睇下嗰啲轉型中蟹酒店，你就會明白咩叫做真正蟹時代變遷。楊受成、洗米話，甚至何鴻燊呢啲名字會永遠留喺史冊，但2026年的澳門已經唔再屬於佢哋，而係屬於一個全新蟹、更規範、更理性蟹時代。呢場保採業蟹血淋淋大清洗雖然慘烈，但亦都係生機所在。唯有徹底清走以前嗰啲爛狀、嗰啲灰色地帶，澳門先可以真正咁融入大灣區，真正咁做到多元化發展。160億蟹債就當係交咗一場昂貴蟹學費。2026年嘅澳門雖然冇咗以前嗰種病態蟹繁榮，但至少佢活得更清醒、更明白。呢個或者就係呢場大清洗背後唯一值得欣慰蟹地方。最後，我想同大家講，無論係商界大亨定係普通人，喺時代蟹洪流面前，我哋都要保持一份敬畏之心，唔好以為自己可以永遠企喺浪尖，當個浪退咗海時候，邊個冇作聲，大家一目了然。